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歡迎收睇科創接力賽。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係中國自行開發嘅全球衛星導航系統，能夠為全球用戶提供定位同導航等嘅服務。本澳正逐步構建成為智慧城市，而智慧城市嘅發展就離唔開定位服務。本澳又點樣可以透過北斗系統帶動經濟同社會發展呢？而科學館作為本澳唯一取得授權開辦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科普實驗課程，佢哋係點樣加深青少年對北斗系統嘅認識呢？今集科創接力賽就同大家去睇一睇。今時今日，無論你身在何方，只要拎出電話打開地圖，好容易就會揾到自己所在嘅位置，更加可以透過導航帶領你到想去嘅地方。但大家又有冇諗過電話係點樣取得你嘅定位嘅呢？北斗系統呢，是我們國家自主研發的一個全球定位授時系統。那麼它經歷了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這麼一個發展，那麼技術呢也是越來越先進，定位的精度和授時的精度也越來越高，那麼也越來越為我們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各行各業廣泛的應用。一個通俗的講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我們現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東西，那麼因為你裝了一個北斗的這樣一個定位的一個信號的一個設備以後，那麼它和天上的這個50多顆衛星當中的若干個衛星之間，它就會有一些信號的交往。那麼這個信號之間呢，就有時間和距離的一些計算，然後它把這些信號呢集中起來以後，通過我們的科學的一些計算的方法，那麼能夠準確的定位出來你的每一個手機、每一個車輛，是吧？每一個這個物品，只要有北斗的這樣一個信號，就能夠現在做到的是這樣一個定位。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係我國自行開發嘅全球衛星導航系統。蔡志明話：北斗系統除咗能夠為我哋提供高精準嘅定位服務之外，對於協助澳門構建成為智慧城市，亦都起住重要嘅角色。我們中國自己研製的北斗，它本身其實是可以為很多的民生的這樣一些這個交通啊、防災減災啊、這個金融服務啊，剛才提到的，那麼以及呢我們的一些剛才這個提到的這個物流，是吧？這個是，那麼這些對於經濟民生的發展，那麼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我們澳門今後這個要發展這個金融業，那麼金融業的話呢，可能剛才我說的很多的這個交易系統，那麼它就很要求非常高的這個交易的公平性。你不能交易當中我該賣先賣後賣，你有差錯。那麼以及呢這個不同的交易系統當中外匯各種各樣貨幣這種交易，這個外匯不斷的波動，那麼都是要精確到毫秒、微秒、納秒級的一種準確的。而且最關鍵的，各個系統間我們的時鐘的體系要一樣。你不能你是美國的，我是英國的，他是中國的，那麼大家之間就可能會造成很多的一些糾紛。金融交易嘅世界爭分奪秒，蔡志明特別提到北斗系統中嘅授時服務，對於整個金融業至關重要。另外，它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功能呢，叫授時。那麼在它的北斗系統當中呢，有一個我們國家自主研發的一個原子鐘系統。那麼這個原子鐘系統呢，它的作用就是給所有的這個能夠接收到北斗信號的設備提供一個準確的最原子的一個時鐘的一個脈衝信號。那麼這個當中，如果說我們不同的一些這個股票系統當中採用的時鐘系統是不一樣的，那麼可能就會造成這個時間上的誤差。本來我應該賣掉的，結果我賣不掉了。所以這個授時呢，也是這個北斗系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北斗系統呢，對我們國家的整體的這個定位授時這樣時空數據的服務是非常重要的，這麼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的戰略性上的一個基礎設施。但是呢，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在我們的國民經濟的發展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經濟生活當中，這個對我們的整體的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吧，有非常重要的
這個賦能的作用。蔡志明話：北斗系統對於澳門嘅社會經濟發展嚟講意義重大，建議要把握好相關嘅技術，帶領各行各業更好咁發展。作為本澳青少年科普基地嘅科學館，近年更加成為澳門唯一並取得授權開辦北斗衛星系統科普實驗課程。館方就期望透過開辦相關嘅課程，加深青少年對北斗系統嘅認識。好感謝咧，得到國家嘅2個單位嘅支持啦，包括就係航空航天科技工作委員會啦，以及就係中國航天電子技術研究院嘅衛星導航工程中心嘅全力支持，咁帶俾我哋呢一個嘅北斗嘅前沿技術嚟到澳門，咁亦都咧授牌俾我哋咧係全國第一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嘅國際科普實驗室。咁呢個實驗室嘅意義好重大，唔單止呢個授牌意義重大，而係裏邊佢真係俾到好前沿嘅技術我哋，等我哋嘅學生可以接觸到，等佢哋可以應用到相關嘅技術咧，進行科研啦、科創嘅開發。咁呢度咧亦都係澳門首次，咁亦都授權咗我哋咧獨家嘅北斗課程嚟到澳門，亦都我哋亦都承擔咗任務嘅，係會將佢轉成葡語化嘅資源啦，即係將北斗往外推、往國際去推。咁亦都係發揮咗澳門咧作為一平台嘅作用。邵漢斌話：本澳不論係中小學，以至係高等院校嘅科研上，對於北斗系統嘅了解依然較為匱乏。今次希望透過喺國家2個技術單位嘅支持之下，更好咁推廣北斗系統，期望喺相關技術支持之下，引導學生利用北斗系統同其他學科交叉融合，激發科創思維。其實今次俾到我哋嘅設備，亦都係首次咧可以俾到一個咁樣嘅面向中小學嘅實驗室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榮幸呢啲設備可以應用到俾中小學生去應用，俾佢哋真正接觸到咧就係用北斗去開發佢哋嘅構想即係可以咁講，就係我哋只有諗唔到，冇北斗做唔到，而家就係個做法。咁另外就係我哋喺呢個持續嘅呢個嘅支持上面咧，其實我哋仲會係同其他嘅學科交叉嘅，其實由於北斗技術係一個基礎支撐嘅技術啦，咁我哋都會譬如話同5G 嘅技術啦，同其他嘅包括就係 GIS 嘅技術啦，即係地理系統嘅技術啦，等等咧會做一個交叉融合嘅因為呢種係好重，因為北斗其實係一個基礎設施啦，我哋通過呢種融合咧，其實會帶嚟好多創新性嘅想法。邵漢斌又話：喺籌備課程之前，教學人員已經完成相關嘅基本培訓工作。首先，我哋完成咗幾個工作嘅。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啦，揾咗2個主要嘅技術支撐機構啦，亦都係本身係北斗嘅設計嘅核心機構咧嚟去支撐我哋嘅技術。咁亦都係佢哋俾我哋一個導師嘅好重要嘅培訓啦。咁第一期嘅北斗導師培訓課程咧，其實已經喺年初已經完成咗㗎啦。咁往後咧會有更多嘅導師嘅培訓咧，將會繼續咧去前往北京，或者係邀請咧內地嘅專家咧嚟到澳門咧，係進行呢一個深入嘅培訓嘅，希望進一步提升嗰個技術。邵漢斌話：有關嘅課程會先開放俾青年科技村計劃嘅學生，未來計劃會逐步開放到各間高等院校。首先呢，我哋呢個實驗室咧，其實第一批服務嘅對象咧，就係我哋嘅青年科技村計劃嘅由全澳門嘅中學啦選出嚟嘅學生嘅。咁當然佢唔係單單服務於青年科技村嘅，佢亦都服務於我哋嘅成個社會啦，可以咁講，亦都係服務於我哋嘅學校，包括埋高校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就會係逐步開放嘅形式。由於我哋個導師係需要逐步去培訓啊，呢個係一個比較前沿新嘅技術啦。咁所以咧，我哋係會逐步開放去首先去做老師培訓開始，跟住咧就同大專院校嘅合作，希望佢導師可以帶到嚟做一啲嘅科創嘅項目。跟住咧，未來咧就會面向於就係咧喺科創嘅比賽啊，喺科創嘅一啲嘅研究方面咧，我哋再會擴大個開放面咁我逐步去做嘅會。邵漢斌形容喺科學館嘅北斗衛星系統科普國際實驗室入面，國家2個技術單位除咗提供教學人員培訓之外，亦都為實驗室提供咗相關專門嘅教學系統。佢形容有關嘅學習機會相當珍貴。咁就你可以睇到個衛星咧，真正嘅一個會行到嘅一個位置。咁亦即係話你見到呢一啲軌跡，其實就係一個衛星佢會行過嘅位置。咁你見得到啦，有啲衛星佢會去掃晒成個地球平面嘅，但係有啲位置咧，你見得到就會係亞太地區會比較多。咁係因為亞太地區會多咗啲同步軌道衛星嗰度，咁所以北斗衛星系統係一個亞太地區入面佢係會比較精準嘅。咁除此之外，呢個系統咧
除咗北斗之外，你其實可以做一個對比嘅。咁譬如最出名嘅，我哋都用緊嘅美國 GPS 系統啦，全球定位系統，跟住俄羅斯嘅格羅納斯系統啦，又或者係歐盟嘅伽利略系統。喺科學館嘅北斗衛星系統科普國際實驗室入面，學生仲可以學到啲咩呢？我哋下集再睇。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